Wendy 陪你遊世界又出發啦！我哋今次又去旅行啦，今次嘅目的地就係瑞士。首先，我哋會響蘇黎世 Zurich 落機，跟住搭火車去 Lucerne 玩咗1日先，跟住再落 Interlaken 少女峰地區，呢度會逗留6日，再去埋瑞士嘅首都 Bern， 跟住就會返香港啦。而家係朝頭早嘅7點幾，我哋啱啱落咗機，響機場呢，而家就準備出去蘇黎世市中心，由蘇黎世市中心轉火車去 Lucerne。嚟到瑞士，我哋急不及待就買咗佢一包當地好出名、好多人食嘅朱古力餅，仲有就係三角朱古力。我哋響 Lucerne 就住響火車站隔離嗰間酒店，佢個名好難讀㗎，你聽下。Waldsteinerhof。呢間酒店真係唔錯㗎，外觀古典優雅，內部裝飾時尚有格調。房間雖然唔係好大，但係勝在設備齊全又乾淨。地點就一流啦，就響火車站嘅對面，附近又有超市，價錢都唔算好貴，2000零蚊港幣一晚啦。瑞士嘅消費真係好貴㗎，2000零蚊一晚嘅酒店唔多㗎，而家瑞郎仲要升到9個幾添。而家就帶大家行下Lucerne嘅市中心啦。Lucerne 呢條橋係好特別嘅喎，佢係全歐洲最古老嘅木造大橋。一塔內做放武器啊、囚犯啊咁樣嘅。呢條橋近住彼得教堂，所以又叫做教堂橋。教堂橋係建於1333年，本來就係為咗留心嘅防禦需要而建成嘅。橋身係中式嘅，橋頂上面就油咗紅色。響橋廊裏面有大概120幅響17世紀時候畫嘅關於留心嘅歷史嘅畫。好不幸地，教堂橋響1993年因為有人隨地掟煙頭而導致大火，燒咗好大部分，後來先至得以重建。響橋中間有一座140英尺高嘅八角形水塔，係由磚建成嘅。呢座水塔原本就係用嚟做監獄啊、拷問所啊、瞭望台同埋金庫嘅，佢係留心嘅地標之一。歐洲好多國家都有呢啲噴泉，瑞士就更加多啦。每一個都好有特色，都有佢哋自己嘅故事。我真係好鍾意瑞士建築物嘅壁畫，我覺得佢哋好靚啊。10幾年前，我任職瑞士鐘錶品牌嘅時候，都嚟過公幹幾次，每一次我都會同佢哋影相留念㗎。
我哋嚟到留心另一個地標富商獅子嘅雕像，係用以紀念1792年響保衛巴黎杜伊勒里宮裏面戰鬥嘅1100名瑞士僱傭兵。獅子右前爪嘅兩邊盾牌上面分別有象徵瑞士嘅十字徽章同埋法國皇室嘅香根英里。響石像嘅上方有拉丁文刻上獻給瑞士人嘅忠誠同埋勇敢。呢個就係大名鼎鼎嘅琉心天鵝湖啦。係正方形㗎，係正方形而家呢個另一個嘅長方形㗎。係點解咧？不過點知點解？原來瑞士國旗係正方形，係因為佢要代表佢係中立國家。你搭船就去到一個碼頭，就嚟呢個碼頭，跟住就坐火車上山，直接上到山頂一個叫 Pilatus， 就龍之巢穴。OK， 好，喺嗰度睇下風景。好。瑞士係位於歐洲嘅內陸國家，其實瑞士係冇海㗎。我哋而家遊覽緊嘅就係琉心湖，雖然瑞士冇海，不過佢有好多好美麗嘅湖泊同埋好靚嘅風景。瑞士湖泊嘅湖水都係冰山流落嚟嘅冰川水，所以特別清純、乾淨同埋係藍綠色嘅，簡直係童話世界咁靚啊！我哋而家就去乘搭全球最斜嘅齒軌鐵路，佢嘅最大斜度係48%，穿越森林、牧場同埋一啲岩坡，上去龍之巢穴 Pilatus。皮拉圖斯山有2132公尺高，上到咁高海拔，天氣就會變幻無常。明明喺山腰，你仲見到個天氣好晴朗，到我哋上到山頂，突然之間天空就會有好多霧出現，將成個山嘅風景都遮住晒。既然係咁，我哋不如去食嘢先啦。一個熱狗，一杯咖啡，連埋稅成為150蚊港幣。呢隻聖巴納犬啊，聖巴納犬啊，好得意啊！想買隻啊？好貴嘅喎。幾錢啊？唔使30蚊。吓？唔使30蚊。咁咪買咯。幾錢啊？2600。200幾蚊？咁貴嘅？1500蚊。哇！龍之巢穴梗係會有龍啦。呢一啲就係瑞士山區經常出現嘅動物。
我最鍾意就係呢一隻啦。飽飽，天氣好啲啦，我哋出去行山啦。皮拉圖斯山係有好多傳說嘅，相傳響1420年嘅時候，一塊好似龍一般嘅岩石從天而降，將當時羅馬嘅統治者皮拉圖斯埋葬咗響皮拉圖斯湖裏面。呢度嘅風景簡直就係有騰雲駕霧嘅感覺啊！我哋而家就可以搭佢另一架吊車落去皮拉圖拉生物嘅山腰，嗰度有一個全歐洲最長嘅夏季雪橇。呢度仲有好多戶外活動可以玩。我今次上嚟呢度主要就係好想玩呢個全歐洲最長嘅夏季雪橇啊！可惜啦，上到去天氣唔好啊，佢已經 close 咗啦。佢話因為呢，如果落雨或者係雪橇嘅機器濕咗呢，會失靈喎。今次嘅旅程係買咗一個瑞士嘅半價旅遊證，我哋由陸桑坐船，再坐齒輪纜車上山，跟住吊車落山，呢一個就叫做黃金圈。半價嘅交通費用，每人大概600幾蚊港幣。今日嘅行程就差唔多啦，聽日我哋就會搭火車去少女峰地區。嗰度會逗留6日，好多嘢玩㗎，聽日見。